咱头前新闻有讲过，非洲猪这肉有300公斤卖到高雄的中盘，但是这高雄的中盘呢有警觉，伊要第一时间领货，所以猪肉放伫冷冻车内底。高雄市的卫生局嘛赶紧去甲冻起来，点这个数量，确定啊，这非洲猪这肉无流入去市面啦。 工作人员穿全大色防护衣，全副武装准备清销。规台货车详细清销，因为台中传出疑似非洲猪这案例，任何作业拢袂使大意。高雄市卫生局23号下晡接到彰化县卫生局的通知，指出有一批疑似有问题猪肉，已经出货去高雄市某米肉品业者，需赶紧动力追查确认肉品30件，拢总300公斤，还佫伫物流业者的货车赶紧进行清销，而且限制车顶的货袂当佫流出去。防疫。 跟作战一样，不能有任何的破口。连夜的也把从这个养猪场再经过彰化这个分销转到高雄300公斤的猪肉，我们也就把它拦下来。根据了解，高雄市肉品业者属于中盘，迄当阵嘛有接到彰化货头厂商的通知，有警觉心，所以才无领货。迄当阵高雄市卫生局接到消息，嘛赶紧动力，才要互猪肉继续咧卖。我们也加强在整个这个肉品市场通路的稽查，包括它的产源到底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这个猪肉，还有这个肉品市场等，那务必。 来落实整个这个肉品的这个履历。另外，高雄市政府食安小组嘛请卫生局局长来带队，针对餐饮业者、市场、超市等等来稽查，目前拢总稽查299件，结果拢符合规定。农业局目前嘛针对辖区内391间饲猪仔场进行调查，协助发放消毒物资，强化防疫力量。毕竟猪只对猪仔影响拢真大。 任何一步拢袂使大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